关这个财政收支违分法，民进党的秘书长林右昌今仔日讲，国民党的版本上大的问题，就是将来拢无讨论水平分配。过去25年以来，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的一个执政，都曾经修过这个财划法，不过到最后都是各县市之间的这个财政的一个指标、分配的一个指标，没有办法达成共识，所以并不是没有修法，而是大家没有办法修成功。那这一次国民党的一个版本，非常刻意的跳过这一部分最重要关键的一个水平分配的一个讨论。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，可能也会造成县市之间分配的更不均衡。林右昌讲，国民党版本的财划法，伫3分钟内老草送出到委员会，实际内容更加是咧瘫痪到中央政府。伊呼吁朝野立委修法，是为着台湾长远的发展，期待政党之间会当理性来讨论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